好多人以為咧強大係一種氣場，一種嘅表現，但其實真正嘅強大咧係一種咧深深咁樣植入骨子入邊嘅修養，係一種安靜而有力量嘅狀態。到底點樣先至叫做真正嘅強大呢？以係有3點咁樣一齊去修煉。第一就係守住把口，強大嘅人咧係懂得咧憤怒嘅時候咧去令到自己唔好咁傷嘅。佢哋明白咧說話嘅殺傷力，所以唔會咧隨便用言語咧去傷害別人。守得住把口，先能夠守得住個心。第二啦，就係穩住個心。面對生活入邊嘅變故咧，強大嘅人係唔會識得去抱怨嘅，佢哋只會好快咁樣去接受現實，然後喺廢墟裏面咧重新建立自己生活嘅節奏。因為佢哋知道啊，冷靜先係解決問題嘅唯一路徑啦。最後係專注自己，呢一種係一種精神上面嘅獨立，唔係再活喺人哋嘅眼光裏面，亦都唔使去取悅世界。當你清楚自己嘅價值，唔再渴求人哋嘅認同，你自然會有一種行路帶風嘅底氣。記住啊，強大唔係一種武裝啊，而係一種釋然啊。當你唔再急住咁樣去反駁咧，你亦都唔再恐懼失去，嗰一刻你已經係自己生命裏面咧最強嘅人啦。你嘅生命係點樣啊？留言話我知啊，我係 Yes Sir， 下集見。好片記得俾朋友。